2D 平面，即係一張紙上面生活嘅螞蟻，佢嘅世界得長度同闊度，冇高度呢個概念。而家我哋喺張紙上面畫一個完全密封嘅正方形保險箱，入邊放一粒糖。對於 2D 嘅螞蟻嚟講，呢個保險箱係冇死角嘅，冇門冇窗，粒糖永遠都攞唔到。但係對於身處 3D 空間立體世界嘅我哋嚟講，要攞走粒糖有幾難？我哋只需要由上邊即係 Z 軸高度伸手落去，輕輕就可以將粒糖拎起。對嗰隻 2D 螞蟻嚟講，發生咗咩事呢？佢會見到粒糖喺一個絕對密封嘅空間入邊，突然之間憑空消失咗。以佢嘅維度，佢永遠無法理解呢件事，佢只會覺得呢個係神蹟或者魔法。因為低維度嘅生物係永遠無法理解高維度嘅視覺同運作法則㗎。好，而家咧將呢個概念咧套用落我哋人類身上，我哋係 3D 嘅生物，我哋可以隨意喺長、闊、高入邊移動。但對於時間呢個第4維度，我哋就等於嗰隻 2D 螞蟻，我哋被困喺時間入邊，只能夠由過去走到而家。